楚了哈，能一個頭股搞，見山頭野馬岩卡馬超勁，見最條瓜頭中獻計，也啲個能富貴保障起咗多計，攞沙邦包證中攞華富，人家教頭白，哦富貴保馬都留啲講嘅㗎，偏向地區面嚟使用面嚟攞，哦也啲個能經照音條計。經朝陰條嘅攞攞字撒應那麼好，爆腿至到去咯，一個頭股搞，阿興上課最能也背落，背落吧一個頭股搞，也試過要經過到出要幾樓送要谷正社撈啲公谷正社嘅，都正社話最慢，都全部話最棒，正社話最慢，都全部話最棒，光質陰條除咗冇掛咁ขี้嘅，最重要電話頭嚟跳環，阿姑即上條嘅，頭嚟跳環嘅，香口跳嘅，卡超跳環嘅，跳話最易就去咯，特別是跳環，因為話一個要求每啲要好，也係影響觀眾朋友們好，最能夠把電話勁啲背落，就是一個頭股搞，呢個可以做團隊攞戲啦，每一個頭股搞每句雜棒棒啦。聽清楚了哈，也啲個能夠為條嘅，能做過為廿個小為音條嘅，掉佢攞一個頭股搞，特別是個能做緊啊，要谷中條呢個字啲多都難見咩？對佢攞到呢攞輕嘅，佢哋做緊拿神了啲好啦，喲，特別啲有條，阿 K 條也佢攞，卡燒馬記落挑計，特別是老人阿會關做他計，每對佢攞話益也會，因為老人會睇農極，聽。